男女授受不亲。这药效很好，不过有点疼人。表少爷，您忍着点儿。他还好吗？看不出哪里不好。倒是龙王大人，你看起来不太好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胸闷，气不平。想大人。天哪，你这是传说中的吃醋？龙王也会吃醋？吃醋？吃醋呢是一种形容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当你看见流云姐姐和一个人亲密的时候，你会希望在她身边的人是你。当她和别人说笑的时候，你也希望在她身边的人是你。当她对别人温柔时，你更希望在她身边的人只能是你。可现实状况偏偏不是你，所以你气，你上火，你着急，难受，你恶心，可你偏偏无能为力啊，只能心酸，就像心里吃了一缸醋。传闻不如眼见，原来吃醋的人是这模样，有趣，有趣。闭嘴！你想知道如何排解吃醋情绪吗？我想想啊，要么发狂砸东西，要么借酒消愁。愚蠢，幼稚。砸东西和喝酒，根本无法消除我内心情绪的1/1000。表少爷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愚蠢，幼稚。好啊你，喝酒竟不叫上我，为何独自饮酒啊？看来龙王大人是有心事。这酿酒仙子的酒不仅好喝，还有奇效，还可以解醋味儿。龙王大人想娶的是她，但必须娶的是她。不过我此次前来，可要告诉你个更不好的消息。我前几日翻命格簿，正好看到夏侯府今年年底会卷入一起谋逆大案，天子震怒，夏侯府抄家，男为奴，女为娼。那其他人呢？那就要到我藏书阁看看命格簿了。